好，歡迎嚟到數知教室。我哋今日講嘅題目就係周界。咁好啦，我哋首先要啲咩呢？擦膠、間尺、鉛筆，仲有今次多咗一樣嘅就係一條繩。咁你可以將條橡筋剪啦，咁或者最理想嘅就係用一條繩，因為冇彈力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開始。咁好啦，咩為之周界呢？周界係會沿住一點行，會行翻去自己原來嘅一點嘅，會行翻去嘅，係啱啱可以行得到嘅。咁好啦，呢度呢就有講到呢，就問邊個圖會有周界嘅？咁我哋而家試啦，我哋如果向呢點行，一路行。可以行翻去喎，咁呢個就為之周界啦，會係閉合嘅，成個圖形閉合咗嘅，可以行翻去自己起點嘅，起點喺度，終點亦喺呢度，咁就為之周界噶啦。咁所以圖 A 係有周界嘅，圖 B 啦，我哋求其切一點都得噶。喺呢點行，一路行都可以行翻去原本嗰點嘅，就為之有周界啦。所以呢個都係有周界嘅。好啦，到 C 圖啦，我哋喺呢點行，咦？行到呢度冇路咯，可唔可以跳過去啊？係唔得噶。咁所以呢個係冇周界嘅。咁到 D 點啦，起點喺度啊。咁我哋一路行，哇穩啊，係咁轉到呢度，可唔可以行翻出去啊？唔可以跳過去嘅，咁就為之冇周界啦。呢個，哇呢個圖形都幾獨特喎。咁我哋試向呢度行啦，一路行都可以有條路行出去嘅，就行翻自己一點，就叫做有周界啦。所以呢個都係有嘅。嗱。喺呢度緊記，喺起點可以一路行翻去起點，亦係終點嘅同一點，就為之有周界。好啦，到另外一個課題，好通常都係喺考試度會出現嘅。咁小朋友，你可以停一停嘅鏡頭做下咯噃。呢個呢，你哋要留意就係咩呢？佢本身俾你嘅單位。一格係代表1cm，咁好啦。圖 A 係幾多 cm 呢？圖 B 係幾多 cm 呢？咁我哋一齊做咯喎。嗱，好多小朋友或者學校呢，就教你哋點呢？係咁畫，一路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咁樣數落去。但係當個圖形複雜嘅時候，如果你咁數下，可能自己數學數數嘅時候唔係咁叻呢，我會教你一樣一定準確嘅方式，咁你要留心聽住啦。我哋首先拆咗之前嗰啲，我會教每個小朋友咁樣一格寫個1，第二格寫個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哎呀，我唔知道原來寫16喺度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。好啦，到最後你 check 下咯喎，重複一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0。咦？呢度冇寫喎，咁我咪照數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寫翻向呢度24，咁所以呢個啦就係24cm 啦。緊記每一條線每一格為之1cm，人哋俾咗你噶啦，1cm。咁你每寫一個嘅時候會有個數字嘅。頭先我特登空咗呢個嘅原因就係話翻俾你聽，空咗都冇緊要，你最後寫翻上去。23到下一個係24，咁你就知道揾最大嗰個數字就係佢嘅周界啦。嗱，我哋亦再試呢條啊，
由呢度寫個1、2、3、4，4係呢條，5係呢度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咁呢個周界就係20。咁好啦，條題目問咩啊？最緊要做數，要睇清楚題目。條題目問比較哪個圖形周界長？咁邊個長啲啊？我哋睇睇，一個24，一個20，咁所以圖形 A 係比較長嘅。好啦，到另外一款你考試會出現嘅周界嘅題目，就係呢一種。咁你要用咩啊？我哋梗係要把間尺，仲有擦膠啦。咁好啦，呢度其實條題目呢，要寫埋單位嘅自己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點做啊？首先做咗 D 個圖形先啦，因為比較容易可以用直尺。嗱，間尺要小心，有兩面嘅，一面寫咗俾你係 cm， 通常你哋會用 cm 嘅，就好少會用呢度 inch 係寸，咁小學好少用到噶啦。咁我哋記住用翻寫 cm 嗰邊，唔好記住個顏色，因為有啲顏色係黑色係代表 cm， 紅色係 inch 嘅。咁我哋最緊要做人係要睇字嘅，睇清楚寫住 cm。好啦，我哋首先度呢個似係長方形喎，度個長先。嗱，記住起點係0開始，度到個終點喺邊度停啊？6。咁所以呢個係6，我會寫。咁好啦，因為我唔肯定佢係咪長方形噶嘛，咪每橛度一度咯。好啦，呢個係4，呢個再度下啦，呢個都係6，呢度再度一度啦，4嚟嘅。咁好啦，咩為之周界啊？由起點一路行跨翻，可以行翻向個起點嘅終點同起點同一笪地方嘅，加埋啲數字就係佢嘅周界啦。咁所以呢個係咩啊？6加4加6加4會等於20。要寫單位喎，緊記我哋頭先用 cm 嘅，寫翻 cm。嗱，我哋喺呢課周界嘅課題裏面呢，我就未會教你長方形、正方形嘅周界點樣用公式去揾。咁我哋會喺下個課題再講嘅。咁今個課題最後一題就係咩呢？好啦，呢個圖形唔係直線嚟嘅喎，記唔記得一開頭講我哋要用條繩去度啊？咁條繩就大派用場啦而家。咁好啦，我哋條繩愛嚟度咩？會唔會度條直線啊？梗係唔會啦，度啲彎曲嘅地方。咁我哋可以點度呢？擺住喺個起點度，一路撳住。好啦，呢度我撳到呢度咯，要唔要理呢度啊？唔需要再理噶啦，就一路撳。記住係沿住你想撳嗰條邊喎。好啦，撳到呢個位啦，我哋即刻攞翻支筆喺度做個 mark 先。好啦，mark 咗喺呢度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就將呢條繩擺喺把間尺，度到呢個 mark 度。咦，個 mark 就喺8嗰度喎。咁所以呢個半圓就係8 cm 啦。咁好啦，而家我哋再度呢度咯噃，呢個係5，呢個亦係5。咁所以啦，佢個周界係咩呢？小朋友好簡單嘅咋，由一點一路行，呢度行咗5。再行多5，我哋加多5，行多記住係加嘅。我哋再行多8喎，翻起點喎，再加8就會等於18 cm 啦。咁就完成噶啦。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哋，教識你哋咩為之周界，或者點樣去揾周界。